爸爸不停地打電話，前奏1個8，得一段4個8，有個間奏都係4個8，出現喺9點鐘2次，而 ending 咧喺9點跳完嗰4個8之後 ，wing 轉翻12點就係 ending。好，而家舞蹈講解第一段第1個8，我哋開右腳，開，退叉查細圈，後拼前大圈 ，wing 轉第2個8，行2步一橫，左腳後點，一拖埋嚟，踏點，第3個8，前後橫，轉身拍，第4個8，轉過嚟左邊，轉過嚟右邊，然後行2步，叉完成啦。喺9點鐘做個間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橫後橫拍，5、6、7、8，左腳重做，橫後橫拍，5、6、7、8，第4個8，行4步上前，1、2、3、4，摔肩，5、6、7、8，咁完咗。喺12點再重做第1段。好啦，而家做 ending。我哋喺9點鐘做過第1段4個8，開，退叉查，後拼前 wing 轉，行2步，橫後點，拖埋嚟，踏點，前後橫，轉身拍，轉過嚟左，轉過嚟右，行2步，叉 wing 轉之後打開手，呢個就係 ending。